大家好，我是姐姐马可欣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妹马祖璇。欢迎收看《休闲的戏一天》。耶！哇，这真正是海线呢，风遮透。咱即摆伫咧台中的清水吼，我要来介绍一搭巷仔内的烟囱搭。啊，讲到巷烟囱，恁是毋是想到庙口烟枪白的18刀啊，还是讲洞珠啊，还是无哦？今仔日顾大吼是一对真有气的姊妹仔伴。因虽然有气吼，但是做代志真认真。有气的顾大生理应该是强强滚。我来看有需要到3工无？ 高兴生，恁姐姐有这么啊悬，哇，5年就这么悬，系啊，我足悬的。这已经是我大汉以后的身高哦。来开店啊！哎，新的璇璇，你教天姐姐安怎开店？吼，啊，天妹看先搬出去。哇，恁的车足水的呢。对啊，看头前，啊，刷落来咧。 先挂水，然后扫涂骹，挂水，挂遮的水。对。哦。因为有一点仔积水，所以要甲留好搭。啊，我帮你搭3工无？哎。 2支尔，安尼我嘛唔知要创啥。不要紧，我看恁挂。啊，你我就姐姐卡啦。不要紧啦。哎，我发现你对妹妹足好的呢。伊听拄安尼甲你拍着，你拢袂生气。因为伊无看到啊，看到我。看到啊？有啊。 我唔知呢。原来是因为姐姐较迟钝。啊，咁我先搬物件出来，我会当先搬也是唔免，等恁挂了我才搬。挂了才搬。安尼我就先互恁无用哦。来，好不啊？好好哩。一咻。那爱切刀啊！好。去倒边吗？ 顶悬的物件先放边啊。 2地尔，交互恁就好啊啦。我帮你检查。有。咕溜 ，OK。你帮阮看，佮放落来。好。啊，有扫涂骹无？以后我先帮你收起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今日风过煞足透的哦，迄门口遐嘛爱扫哦。看拄仔行来，哦，风真正足透。系啊，阮正潜水遮风就是足透的讲。 我看妹妹咧扫涂骹足高追的呢，要哪咧跳舞咧？伊飞走啊！你先扫入去啦，无等下佫袂走。你先甲扶起来，先甲扶起来。无你佫。一支扫帚鸟吗？对啊。你喜欢我做代志。什么？你喜欢我做代志。因为我看你做甲介好啊。你好会走。徐姐连咪俩包来了，我教你安怎扫涂骹来啦。 好哦，娃娃，搁有倒伊？是啊。外口食。恁两个先去撸涂骹，我去扫外口的。好哦。一支不要紧啦，这我来就好。你甲我讲要留多伊。就遮甲遮甲遮遮，就这片嘛。对。OK。恁今日学校敢有作业？ 有啊。有吼，伊等下开店开好，涂骹愈好，伊写作业哦。好。真正是妈妈呢吼。袂讲一无用就袂记这囡仔的功课，嘛是拢爱去注文着。哎啦，因为时间到了，爱乖乖去写作业。这是我妈妈。嗨，你好。妈妈，你的台语名叫做啥物？哇，我叫吴雅萍。我妈妈有时会足歹，有时伊会叫我做家内事。妈妈多谢你照顾我。妈妈，拜拜。拜拜。我紧走。紧走。好，你检查者，
无安怎。这么严格吗？这么严格吗？我家己阮兜我都无安尼蒙头开，你这么严格？哎，拉塞就拉塞，就要在。这间烟尘蛋会当来买，因为阮璇璇足认真的，绝对是卫生的。来，我搁家留好出去。我会当过来喂。好啦好啦，安尼涂骹留好啊，刷落来咧。咱无代志安尼。无来食吗？写功课。爱去写功课呢。啊，我想讲无代志，咱出去佚佗啊。爱写功课是无？是会当出去佚佗啊。好吧，所以要去佚佗还是要写功课？拢会使。佚佗，姐姐讲去佚佗，行。好，我无咱佚佗。这是阮妹妹，妹妹你叫做啥物名？妈祖船。伊就爱拍桌球的，伊就歹的。你上爱食啥物物件？我想爱食姜猪肉，好食无？好食。啊，我对你好无？好，较真的。较甜的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是阮姐姐，姐姐你的台语名叫做啥物？马可心吗？姐姐有时对我就好，有时会骂我。姐姐对我就好，姐姐拜拜。拜拜。过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平常是恁两个家己耍吗？啊，搁有我朋友啊。好啊好啊，我先。啊！不要紧，过来。啊！差一点仔球就飞去你顶管来。阮之前有飞去遐，然后嘞，要安怎？就去啊可以都，无去啊？嘿啊。伊敢会即摆搁住伫顶管？应该顶管啊，敢有一粒呢？是的啊。对啊。对，过来，哦，好。啊！你是嘞？这是嘞。哦吼，哦，好啊未？来哦。我的。我都要喂，因为食烟枪。好啊，你有介绍推荐的？系啊，甲姐姐讲，因为食咖喱好食。拢足好食的吗？安尼我拢来一支啊。安尼啃上边啊，啃那个底，然后安尼，是安尼，安尼推入去。叫我都甲推起。嘿，安尼第二组换我来。好，第二个互你，卖切互全开哦。留一道啊就好啊。嘿，安尼，蒜头，你有搞无？泡好呗。好，泡菜。好，烟枪甲伊啃入去。安尼。好，后一组。我要做。恁敢讲会出来恁兜烟尘，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是啥？较甜的，较甜，还个咧，较香。好香哦。较无足侪肥肉，有诶足侪肥肉足歹食的。对，恁敢会因为家己厝诶做食的，所以对食特别紧？系啊，外口的大肠包小肠都无会食，安怎讲？你感觉外口食起来安怎？减一味。你有甲爸爸学乐过？有啊，有嘛？你安怎甲学乐？好食。烟肠就好食。真呢？你若甲爸爸学乐，你会感觉伊足欢喜？无吗？伊讲会呢？姐姐讲无。因为爸爸的表情拢是一个，就安尼。好啊。哪是安尼？啊无伊是？无理由啊。伊即马咧学。无欢喜吗？爸爸，我头拄甲伊问讲，因为这烟肠最好食的，啊伊有甲你学乐过？啊伊无。伊讲，爸爸讲无呢，啊但是伊讲有呢。妈妈做公证，有啊无？有啦，会甲爸爸学咯，嘛是有嘛对无？哎，啊爸爸敢会暗爽在心内？会哦。嘛是会。会爸爸讲啥？他怎么漂亮？今仔日行烟尘特别有气力安尼。就爱伊的前世情人呢。爸爸较听啥？
看起来应该是两个拢足疼。你听讲你后摆要找较像共款，甲爸爸共款嘛？无啦。无，要找比你较缘投。比我较缘投，对啊。应该找无吧？啊，这无，这种的无，就经济安就好啊。无，啊像这我就袂经啦，这无水的嘛。伊就无水呢，就细粒。较细粒，甲妹妹共款啊。哈哈哈，可怜。啊，你问头家看卖安尼有够？我哩4两。4两。安尼有4两。视力不够哦。小30哦哈，妹妹谢谢。好，你要食番麦无？我我啊。我要食迄啥？蛋挞。你是蛋挞？林姐，我行啊我买啊要林姐，好，这个。我要去。还有1份，那好食。 OK 啊。嘿，啊，我来去，我来去，等我关，我关。啊，恁去食。这是阮爸爸，阮爸爸会做烟肠给我食，伊做的烟肠足好食。爸爸，你的台语名叫做啥物？叫蚂蚁。伊有时会温柔，有时会歹。我会做歹的。会啊。我逐工对你，逐工来叫我起床有无？有啊。啊，你是讲爬袂起？无。哦，你爱我无？我最爱。好，拜拜。好，OK。好，拜拜。妈妈，他说你3拼的价格，然后香肠跟咸猪肉。你要切这样斜斜的哦。是蒜头，先加蒜头，加个这边边这样。做过桥。先不用修。这喷水啊，那个细意的。可是你敢敢安尼去摸懵到，摸烟尘啊，还是摸个火炉啊？你嘛敢？卖坑的上久，一个啊？嘿，一个啊，金粉。华丽，我吗？嘿呀，但是，讲实在，我无啥敢去摸伊呢，因为我感觉就烧的。啊，妹妹咧？你搞，敢？有啥无敢？哎，好了无？你换你来，换你来，我看恁两个表现。这2条互你搞。好。伊过迄2条就已经这边无用袂过来啊。我等下出去哦，啊，这店哦，恁3个顾好不好？好。好。好哦。恁2个顾好无？喂，你袂当偷恁懒，两个顾好啦。我是惊我袂晓。卖讲遮好听。香肠小姐姐，1、2、3，走！一起讲的第一课。听听啊！我要食这，我要食哎，你这。讲啥？烟肠，哦，你讲烟肠，但是我惯是讲烟肠，这啥物人做？爸爸做的。内底有爸爸的爱哦，咱做伙讲一摆。烟肠，姐姐，你讲啥？米肠，你讲米肠，但是我惯是叫伊大肠呢。这会当配烟肠。啊，因两个夹起来吼，口感真好。咱搁做伙讲一下。米肠，啊，我讲这是咸猪肉，足香的呢，这有恁的独门酱汁对不？对对啊。啊。做伙按搁加一盖，这叫做姜猪肉，哪里大家？拢会晓话。咱的第一笔单单嘿，已经入来啊。你晓顾伊有熟无？你敢会晓看？啊好，你甲我到三工摕蒜头甲泡菜出来，伫边箱下骹吗？下骹嘿。蒜头谁做什么形啊？就是这个这个吗？嘿，哦，这是蒜头。姐，放下，对，这个。搁一罐。它切好。放暗一边哦，好，无问题。安尼会使无？安尼会使，我切安尼。会使。米肠，啊，你等。有啊。这两个地方好啊吗？米肠，
回不来吗？我等下，妹，回回不妹，回妹吗？妈妈都没有用。回应该是爱老的吧我？们餐点好了吗？蛋姐，蛋姐， OK，OK 稍等一下啊。我刚刚爱老婆。好，你丢。好，到几点啊？老一点点而已。我感觉阮真好香家己惨吧，有够香的，有够香的。更加。哪会感觉阮切的怪怪？是爱切粗粗还是切圆？啊，我知影，这爱称重。丢。爸爸，你先，你先切，条没做了。我给你先切没。关系，你先切。我先切。你先切。这称重蛋姐。好，安尼，好啊，好啊。好，好好好。先蛋姐先蛋你干啦。安尼，再来。这啦。好，去互人客。你也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咱的第一笔单有一点点啊手忙脚乱，对啊但是不要紧的，愈来愈好，对无？嘿啊，对。你敢有拄过，互你印象上深的人客？外国人来，然后迄时阵无英文的菜单，迄时阵无做，啊，就唔知要安怎。好好好好。哎，要不要看一下客人有没有客？不然这样我有客。我感觉你有在注意呢，看卖有人客无？我看吧。莫过开讲啦，阮嘛是爱看有人客无啦。去外口看，爱去外口看吗？嘛是会当啊。蛋姐，还是爱去随身招人客吗？伊讲伊要摕这，去啊去分，好啊，安尼嘛是爱有人顾店吧？丢。还是我顾店？你你去，我去哦。你甲伊去，我给你遮顾店，好，是吗你来，你来。遮互伊，好吧好吧。咱要对倒一边行，喂，你爱甲我带，因为这是你的地盘吼。我知啦。这落马路就较无人啊呢，要安怎？大楼遐敢会较济人？可能会有人，咱就去带伊分啊。好啊。好啊，行。头前有一个阿姨。没去过。好啊，等。Hello， 你好。我们是那边的广场那边的那个香肠爸爸，那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参考一下。蛋姐瓦力。好，等下我。不要紧啦，咱剩3张尔，无分了，若真正无拄着人，咱转来看一下伊状况安怎啦。美当。一定爱分了就对。对。好。这个。啊，阿姨你好，我是后壁香肠爸爸，恁若有机会，当去参观看卖啊咧。好，香肠哥哥好。爸爸，谢谢哦。哎，我分了啊。给我丢。阮转来啊。恁转来啊？嗯。哎，爸爸已经转来啊。嘿啊。刷落来，我要甲你斗相共声。那等爸爸烘好，咱就会当包装啊。好。所以恁就要去上会。敢袂介有啊。没啊。小敢有咯？有啊。这是恁家己发的吗？对啊。嘿啊，家己发明的。行下来才知影。恁敢就是住这栋？对啊。嘿啊。哦，就是这栋，无看咱熟门熟路。花季柜。架柜台就好。花季瑜伽室。可以。好。呀，咱去内底耍。上回上了，唔免吞一点的吗？唔免啦。他来他。谢你咧。我来比赛。好，来，咱三个来比赛。预备。伤难啊啦！啊，咱三个手牵做伙，应该就会当找到一个支撑点。哎呦！妹妹，你袂当跟往前啊啦。好。哦。预备，开始。所以你呢，伫遮耍偌久？ 2点吧。啊，拢一直咧耍吗？无啊，我还是搁跳舞啊。搁跳舞？嘿啊。你嘛会晓跳舞？然后你敢有学其他的才艺？钢琴。你嘛？都有这个。哦，画图。啊，这拢是恁家己想要上，毋是爸爸妈妈甲恁安排的，恁就勉强就爱去上课呢，拢是家己介意的。系啊。看爸爸妈妈呢，顾烟尘大，若真正无用起来，会活无用。你
你甲伊讲话，伊可能都无咧认真听。伊都讲好好好，啊，但是等伊无言煞，你搁问伊讲啊，我头拄仔讲啥啊？你头拄仔有讲话？好好好好好。你伫店的有看到爸爸妈妈倒位辛苦的所在无？行人墙的时阵，一直批右边。啊，因为恁是用火炭，嘿，啊，所以输咧烟较输迄个烟就伤迄个那讲而且佫就热。啊，你有甲爸爸讲过辛苦了无？你都无，咱会歹势哦。今仔日转伊去是甲伊讲哦。我。这是我阿嬷，阿嬷你的名叫做啥？我叫片明月。阿嬷煮饭足好食，伊嘛对我足好的。阿嬷，你有啥物话要甲我讲无？阿嬷惊恁两个囡仔，安尼读册若转来，就是来食。阿嬷就是烦恼恁唔知有食无。啊，恁若有闲，哦，就叫爸爸妈妈带你转来，阿嬷煮好了互恁食。啊，若有考试考到100分，嘛是爱摕转来，甲阿嬷领钱呀。好啊，我后边考100分去找你，拜拜。安尼我嘛无免甲你讲。但是我们这边做啥？你的感受啊，伊即课主要咧讲啥？金孙呢？我来啦！阿妈，叫甲遮尔啊亲。哦，我这两个哦，哦，我爱阿嬷咧。你好，我今仔日来甲因斗相共的。哦，谢谢你。阿妈，你写迄豆菜个阿嬷看无？你念互阿妈听。When does she go to swimming class? She goes to swimming class on Friday. Friday。阿嬷哪会听有？英语啦。哦，拢足乖。爸爸妈妈咧做生理吼，两个安尼，若下课转来都带在遮写功课啥，嘛是真正吼，足为难这两个囡仔的。毕竟是生理场。对啊，开始就讲要顾生理，也要顾囡仔吼，真正是看甲足唔甘的，咱讲实在。但是因嘛是伫这当中去合适。啊是安尼讲无唔对，不过别人的囡仔拢有迄种很快乐的童年，啊因就是爸爸妈妈无法度带因出去啦。阿嬷讲甲目屎拢要顶来啊，袂啦。阿嬷就唔甘嘛。嘛是会当伫遮拍球啊。有一种忝，就是阿嬷家己感觉忝。对啦，嘿啦，迄种阿嬷去感觉。即摆甲因两姊妹仔伴吼，安尼相处规工，我真正感觉吼，其实捌代志的囡仔，免若是伫咧行为顶悬，啊，搁有因对人甲人之间迄种温暖，啊，搁有责任感。我相信这嘛是爸爸妈妈因坚持甲伊带伫身躯边，安尼一点啊一滴甲培养起来的。虽然讲阿嬷像有较唔甘，毕竟难免啦，因为疼孙嘛。但是你看囡仔，其实因个过程吼，嘛拢适应啊介好。像安尼的爱甲温暖，我感觉就是一个家内底上难得的修行。我会当偷食你的无？袂当诶，会记啊，甲你听。我互你一个，你怕爱互我食一口。140加70等于多少70加70等于等于140。啊，140再加70。7加4。7、3、21、210。200。对啊，200。所以。你俩在干嘛？哦，这里，一天。